全国工业总会发布2024年工总白皮书，提出148项产业建议，要来改善台湾产业的体质。加拿外界咧传讲10月有可能来起电钱，佮会一摆来针对这个用电的大户。工总是来呼吁讲，这起电钱就要求一个公平，无应该锁定特定的对象。总是用电大户要调最多，应该要采取这个一致的一个调幅，因为很多这个大的企业呢，其实反而是用电效率最高的，鼓励一种这个耗能的标准。能邀请到黄仁兴，他当场答应，但时间还没给我。我工总要办一个大型的一个经营者大会，我的政府要正视这一块，让这个缺工跟缺财的问题，有一个真正的方向来解决。这工总是表示讲，国内10大产业即马已经准备要来迎接 AI， 希望会当创造台湾产业的国家队。工总是计划伫今年底、明年初的时阵，会来开工总经营者大会，已经邀请到惠达执行长黄英芬、超微创办人苏志峰，也有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人工智慧中心主任李杰，做伙来协助台湾来做产业的转型。